既單調嘅海灘日光浴，啟動引擎，沿海南東線，解鎖一連串堪比電影場景嘅極端切換，下一啲風景永遠超出你嘅片場預想。嚟到海口雷鯨世界地質公園，係中國唯一一個位於熱帶海島城市嘅世界地質公園。萬年前火山噴發嘅遺跡，係讀懂瓊州大地起源嘅冷酷注腳，轉場只需20分鐘。喺百年騎樓嘅廊檐下點一杯老大茶，瞬間跌入南洋舊時光嘅煙火氣。喺文昌，你可以近距離凝視中國探索深空嘅鋼鐵雄心。航太科普中心嘅每個零件都喺度講述人類嘅蒼穹之文。上一秒仰望未來，下一秒回望百年。文昌嘅張力在於時空尺度嘅劇烈對接。呢度係國家衝隊集訓地，更加係總朝儀嘅自由舞台萬寧。腎上腺素同海水喺呢度一同達到沸點。僅一灣之隔，石梅灣則呈現另一種美學。喺最美海邊書房，靜聽濤聲，或潛入嘉井島未受打擾嘅珊瑚花園。呢度係動靜之間嘅完美平衡，係思想與自然對話嘅靜拋空間。從瓊北火山到最南端嘅浪漫，海南東線鋪開嘅係一部地理與人文交織嘅立體編年史，佢讓你喺一周之內親歷地球嘅古老力量，以及僑鄉四海為家嘅開拓故事。